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柯志辉。新闻一开始，先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香港欢送中，4个拢在新式游行，今日大埔游行先上向禁止，也受普罗前面使用穿乌衫、穿平头。李奇马风台叫中国浙江造成各地遭大水，陆海口交通拢受到影响，有超过200万户停电。纾困案广告出手，进行纾困，有涉案的人拢向调集，今日应河因为是小将，是调任陆军司令部委员。气象局早起是解读李奇马风台陆上风台警报，不离高站台拢出现高温，其中金门连续2天高温创下新高，用电量强要无够用。塔山电厂早时个传出1号发电机组歹去，另外台湾本岛因为西南风甲小风影响。花莲玉里水尾下晡气温拢有38度以上。水车开入东门医院，一直夜水退是要增加湿度降温，因为金门连日高温，9号测到了史上第2的39.9度，不止民众大家挡袂牢，用电量也真紧张。到去10号早起11点外，塔山电厂传出1号发电机组故障，经过紧急抢修，故障顺利排除。原本可能要分区轮流停电，也决定要解除。那经过我们的查修，是发现到是增压机的入风口的螺栓断裂。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重新修复了，但是目前我们台电还是在持续观察整个基础的生载。同款真热，还阁大冬，正拄好受粉期的大白色客原本应该结满小色客，暗过伫大日头卡，互受粉失败率增加，农民是真烦恼。叶片会有过热干枯的现象我们可以用喷雾的方式来增加湿度。气象局表示，虽然风台李奇马离开，暗过受到西南风沉降或者是小风影响，10号未少所在气温拢偏悬，其中花莲玉里水尾下晡的温度拢升到38度以上，800基也超过37度。怎么那么热？感觉样子好像呀。大台北这边主要是西南风过了林口台地之后，下沉增温在台北盆地里面造成一种比较高的一个温度。那至于在宜花东的话，则是西南风过了中央山脉之后，下沉增温之后，在宜花东这边有出现这种比较局部性极端的38度的高温。气象局表示，拜日之时，大台北、华东地区也是赶快出现极端高温的天气。出外最好是唔通去晒到日头，随时补充水分，才袂掉山。记者综合报道。李奇马风台行向中国，今日半暝1点45分，伫中国浙江定着，那造成各地遭大水，陆海空的交通嘛受影响，阁有超过200万户停电。李奇马风台继续向中国刷顶动，透早1点45分，伫中国浙江的温岭市沿海登陆。因为李奇马发电真旺，速度只有15公里，中国气象局预估受到影响的省份甲时间会比过去更较济。它的整个这个影响过程中，可能涉及到有10个省份。那么还有呢，就是可能这一次台风呢，它的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那么至少应该是到14号以后，那么或者说就到14号开始，它的影响才开始逐渐的减弱。风台和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强风大雨，登陆约未到半工，浙江台州累计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造成部分地区是做水灾，有真侪车泡伫水内底。李奇马威力嘛影响到浙江的交通，超过上百个码头是停止营运，200外的航线停飞，影响超过600外的航班。另外，火车的部分是1200外的列车的班次停开。除了交通，全省有270多万户用电受到影响。经过电力公司的人员透风雨抢救，已经有4成的居民恢复用电。因为真侪所在是做水灾，目前浙江省政府开放12000外的避难所，让居民去避难。目前，李奇马慢慢向北边刷顶动。上海市政府暂时将金山区的游乐观光景点关闭3天，避免民众发生意外。记者陈世彤报道。
成功里奇马风台是已经远离，毋过是造成大水祸。南投罗山部落一个冻土墙向放落来，地着下骹徛家，顶头的2间徛家嘛有危险。乡公所是赶紧会勘进行抢修安置。若高雄凤山一个整修中的徛家，3层楼悬的阴架叫强风扫倒，好在才是无人受伤。并报大片放路，摩托插着头石往线卡链，下骹一厝民家受到波及。居民惊赶紧走出来，唔敢踮伫厝内，好加在帮路迄当时无波及住户，也毋过饲的鸡啊已经伫土石堆内。就听到一声巨响，突然就整个就崩塌下去我的鸡条下面有养一对鹅，然后再一些鸡整个都被压在里面了。位顶头来看，遍布土石骨路，围栏伫半空中，居民烦恼灾害继续扩大。南投镇内精英村罗山部落这处冻土墙，长期有地层掘动的状况。这一摆风台和土壤含真侪水，引起遍布骨路，9号发生大规模的崩落。点名6户民家地面的壁严重闭起，住户唔敢搁踮伫厝内，先脱离到避难中心。这边都一直在写下去，连这个也是把。这本来是密合的，它也是裂掉了，裂下去了。170这边的龟裂，我们都已经报灾害复建工程了。公所表示，为了防止灾害扩大，先用帆布盖掉，防止继续冲洗。也毋过拢总有3户民家有有空的疑虑，将赶紧告场会勘，除了先抢修地基，未来希望尽速核定再修工程经费。伫台中山区9号也落起大雨，包括大雪山甲八仙山松林游乐区10号休园一天。伫高雄凤山9号暗时也因为强风吹倒民家营架。无听落雨啦，用风一声都大声，来点通啊顺啊。厝主讲当时正伫咧困，听到真大声，赶紧走出来，才发现整修中的厝所架设的3楼悬的营架垂倒，倒向厝边的厝顶。好在灾害无继续扩大。风台虽然离开，不过山区也是都爱细致风雨带来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的地下道西，嘛常常因为落大雨就淹水。台南市政府特别定出地下道封闭 SOP， 只要积水有10公分，地下道路口的灯箱就会随启动，甲发出警示声。积水若是有30公分，就会随将地下道关起来。台南市这个月初，敢若因为入对流旺盛，落大雨，小东地下道就出现积水的状况。相关单位嘛紧急来封闭，无予往来的车辆甲行人通过。市区因为车行的地下道地势较低，降雨是真容易会流到地下道。虽然有抽水机的设备来排水，但是因为常常抽袂赴，造成积水。不过，现在台南市府水利局是订定封闭地下道的 SOP 流程，一旦地下道淹水的深度达到10公分，灯箱甲警报器会马上启动来示警。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对，不然你骑到一半就车子就停了。这样的话，其实就不会误闯吧？没有，因为好像几年前有一次误闯，好像就曾经也有人就挂掉了。台南市水利局是强调，伫地下道的周围设置水位器、甲点名机，将现场的资讯马上就传到水利局的监控中心，掌握地下道积水的状况。虽然已经远离了，可是还是有一些西南气流哈，所以原则上来讲，我们各局处就是变成一个随时监看的状况，然后随时做一个预警式的封闭以确保整个的行车用路安全。目前包括小东、大同、中营、虎仁、东宁等5个地下道，是已经装设好点名机甲警报器来示警，要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国安局长邱国正正宣示，会严格查办私分案。外团第一波引河特勤警卫官，我40个特勤都向调集处分。官方证实，警卫是换位主任，但业副校长已经调登去陆军司令部担任委员。对外团头一波处罚，国安局表示考量个人的权益、纪律维护，容易维安工作正常运作来做考量，请社会各界爱平行看待。国防部嘛表示，依照国安局提出名单，会安排这个人登记原军种单位。预计这个月中了后，计有第2波的调集名单。并连任总统蔡英文全国第1个竞选奥运会，南台湾气候医生界蔡英文连任奥运会，今日高雄举办，蔡英文亲身到现场参加。那蔡英文到高雄做事，规工落来是走3场活动，争取支持。马向认为这是去打韩国瑜的地盘。
到高雄最近真热门的打卡景点小天地参观，蔡总统真有动心，教这囡仔伫球池耍球，也甲少年的爸母作谈时，搁一摆强调事情成果爱大家各回4年。我们现在有一点情势有一点不明朗，我们也不知道最后有哪几组要参加了哈。但是你们心中只有一组啦，就是蔡英文这一组啦，是不是？接下来是我们高雄市的蔡宜德会长。蔡文也伫高雄成立全国第一个认证奥运会，南台湾气科界蔡文认证奥运会由高雄台南嘉义等8县市气科工会代表组成。蔡文到场授旗，展现家己伫医界高人气，好亲像要甲共是医界出身的台北市长郭文泰拼场。伊拜六规工伫高雄走透透，也有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随行，也被解都是要甲高雄市长韩国瑜大本营拼场。我们的观察是。如果这个发生的话，这个影响，恐怕是影响对国民党的候选人影响比较大吧。拼总统也要拼立委选情，蔡英文也亲自宣布立委关碧玲将在不分区立委，不过民进党不分区提名委员会还未成立，也引起争议。民进党中央表示，各种期待拢会放一位提名委员会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表态，不爱做副手了后，都又搁传出过王配声音，然后国民党对总统大选是真烦恼。学者分析，过官王革命渐渐变作是有影，过王配机会变悬，而且不管安怎配安怎合，拢会对国民党整合造成压力。前鸿海党首长郭台铭伫国民党总统初选失利了后，继续无公开露面。不过这段期间，一直有消息传出，甲无参加初选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阻挡的台北市长郭文哲3人之间互动密切。伫郭文哲表态唔做副手了后，过王搭配参选的声音崛起，也互拿赢总统大选出现温忧。郭董这边到目前还好。跟那个柯来结盟，我没有看到他们结盟的。传说很多。郭台铭幕僚透过通讯软体低调回应，目前郭台铭有关无进步甲大选有关的计划。不过学者分析，到即马郭台铭有关维持话题热度，参选2025的可能性也低的。而且过瓜王革命渐渐形成3人合作民调声势，更加维持伫一定的高度，过王搭配机会提悬。我们从最近几个民调上大概看出这个走向来，就是如果郭王形成了一个正副总统的搭配，同时跟柯文哲合作，3角的一个合作的联盟的话呢，那么我们看他的民调的支持率，不是2就是1。学者认为，过往无论安怎配安怎合，拢将对国民党造成压力。代表拿亚出征的高雄市长韩国瑜，除了内部压力有缘无解，竞争对手也一直抢票。总统蔡英文10号前进高雄，由医界选票抢攻韩国瑜的地盘。郭文哲预定11号要到台南参拜公庙，韩国瑜11号是将到南投顾跳仔卡，那就被拜六引起大拼场。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香港反送中游行，民众伫大埔、黄大仙、深水埗甲广东的游行申请，不过拢无向批准。那下晡伫大埔游行，先生是宣布取消。不过香港民众也是穿乌衫，自动自发的上街头。10号下午呢，原定在大埔举行的游行呢，因为没有取得不反对通知书，所以事先宣布了取消。不过透过镜头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多民众穿着黑色衣服呢，自发上街。人是非常多，有几公里长。虽然大家拢知影游行唔是合法申请，也是拢来参加。为店头甚至准备免钱的饮料甲食物件提供给示威者。前面嘅記者朋友留意啦，呢個係橋梁。民眾為大埔頭巴士總站一路行到大埔警署，警方全副武裝守在路口，為要讓示威者趕緊。各界把警告這是違法集會遊行。有青年直接徛伫頭前，甲警方對立，因掛着防毒面具、雨傘，準備隨時向前衝。帶頭青年表示，因隨時做好受傷的準備。受傷當然會害怕，誰也不希望自己受傷吧。但是，我覺得要為了我們香港人的自由，我要站出來。到尾仔為止，示威民眾依然甲警方佔着橋的兩邊，警方二度舉牌警告，不過人依然無散去的現象。記者綜合報道。
因为不满香港政府对反送中示威强烈镇压，政治大学学生林志武涉嫌借用U12的会衫、甲抗议批，和香港驻台湾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伊今日是到警察局说明，强调是合理的表达诉求，唔是咧恐吓。我不认为我所犯下的我所做的任何行为呢，具有法律上恐吓的成立。我是基于善意提醒他们应该正视这件事情，否则如果台湾人的情绪、其他社会人士的情绪升温，他们必定会成为一个首要的目标。林志武强调，火衫是象征元朗事件中香港人所流的血，银纸则是象征香港民众对暴力镇压惊吓，并无恐吓意思甲行为。另外，因为有教育部考生会学生代表委员的身份，引起外界关心。教育部长潘文忠讲，这是个人的行为。伫咧一方水果地了后，台湾饮料店 Coco 因为写香港人加油，扣中国网友抵制，双方后来是发声明支持一国两制。总统蔡英文呼吁中国卖个干预商业经贸。另外，路透社报道，台湾媒体收中国钱，外交部长是呛讲，未向国台办一定少的来导航。伫首期上因香港人加油，台湾手摇饮 Coco 湾仔分店，因为即句话被讲是支持港独台独，被中国网友抵制。不过 Coco 随后伫微博打出声明，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要暂停湾仔门市营业，台湾官网也全部关起来。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是 Coco 都可湾仔店，这间店呢6月时候有店员开发票，上面印着"香港人加油"5个字，结果这个行为被总店切割，说是个人行为，结果这个店家暂停营业至今。自一方这个地了后，愈来愈多台湾饮料店做出政治表态，有贡茶大院子、米克车等10外间业者使用中国台湾字句，或者是打出支持一国两制立挺一中，也引起台湾网友生气，闹为固啉。蔡总统也呼吁中国唔通够干涉台湾商业经贸。那么中国以政治介入商业，以政治介入经贸这些事情啊，其实是害人害己了哈。那我也呼吁中国及时的收手。中国一直渗透台湾，路透社9号个报道，北京当局已经付钱予至少5间台湾媒体集团，大家红色宣传目的，收买台湾民心。陆委会强调确属事实，涉嫌违反国安法等真济项法令，会交由检调追查。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伫推特发文，表示台湾人必须团结，唔通听遐摕北京垃圾钱的假先知，也袂向国台办遐小来导航。记者综合报道。澎湖第4代流行手表有心电图功能，按过伫台湾所用锁条的无图使用，新手民众拍算提出国赔。小事是讲，依照国内法令，只要牵涉医疗器材，拢要经过主管机关许可。按过台湾澎湖公司并无提出申请。伫这个手机连线，佮用随时监测家己身体健康记录。澎湖智慧型手表一直受到未少民众介意。去年上市第4代手表，除了有自本有的量心跳、设备的功能，佮加入心电图测量。啊，毋过伫台湾说是未当使用。心电图牵扯到所谓的医疗，那医疗这一部分其实非常的复杂。那即使呢，你今天是去美国买回来的 Apple Watch S4，但是因为台湾没有开放的关系，所以你还是要等台湾正式开放以后，他们才会透过软体的更新，我们才可以使用到这个功能。随上第4代澎湖智慧型手表内底所支援的 ECG 心电图功能，伫上市时等于通过美国 FDA 检测，目前心电图功能伫全球31个地区拢会当使用，其中就亚洲的香港甲新加坡。啊，毋过专家认为，台湾的澎湖智慧型手表的版本将这功能锁掉的。啊，毋过手表介绍甲美国同款，互消费者损失去，实在无合理，会向卫福部提出国赔。民众用了之后，会把它这种的一个资讯的结果当做它一个可以信赖的结果，那这样才对于预防才有真正的效果。所以我们对这方面的效性，我们采用比较严格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小苏表示，任何有心电图功能的仪器，伫各国拢是以医疗器材来管理，要经过主管机关验证许可。去年知影澎湖手表有心电图的功能时，嘛捌向台湾澎湖公司询问。啊，毋过台湾澎湖公司因为全球布局考量，无打算开放台湾使用心电图规划，嘛捌向小苏申请许可。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伫日本时代报一个往来工厂，当地人讲这是往来回声。
成功后来拍远20年，算是变做具有独范的电视剧。经过社区发展协会甲社区规划所拍拼，后这个旧市场即马是重新活化。废弃的旧市场内传出热烈声音，在地少年人配合社区规划师，为内底到外口重新为这个旧市场来进行改造。那程度垃圾环境也和这个原本大家拢唔敢靠近的所在，重新变成一个会当利用的空间。昨天咱也无人敢入来啊，佫有人佫伫遮咧笑，嘛有人遮咧食毒啊。所以这嘛做阴暗的，所以人拢不爱入来。在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脏乱点，甚至因为我那时候来是在施工，所以其实，在施工的时候，我完全不会想象是说，在施工前我会进来这个地方，而且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得这么愉快。这个占地100多平的旧市场，日本时代就是制造往来罐头的工厂。不过后来因为产业的离开，这个市场就安尼拍远。社区发展协会配合市政府环保局，以市场再生的想法，自105年开始，透过3年的时间改造。较早拢乌暗暗啊，看到足惊，佫看内面拢鸟人啊，鸟鼠。遮以前是无人啥敢咧，即马改变甲遮水着，你无来就无菜啊。这个凤梨会社，它其实是一个老旧的市场。那这个市场所有权人都是一般的民众，然后里长很积极的去取得所有市民的同意，然后让这个地方可以来做活化。嘉义市政府表示，这个新的空间启用，使用率也总算有社区关怀据点会当使用。希望往来会社旧市场这个成功的案例，会当为其他社区带来正面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晋大篮球队过去无改做名，不过2014年，晋大校友邱phong蓮以新创公司概念成立晋大雄鹰，成军较无2年，大专篮球联赛就摕到第6名。无受到大师大真济阻挡，北京清大球员王兰卿得分。第一届晋大雄鹰杯名校篮球邀请赛冠军比赛，北京清大一路领先，80比51打败大师大，5场比赛拢赢摕冠军。现在就是整个是小球的时代嘛，所以我们也过来学习这些东西，大家互相去了解对手，然后让我这些年轻的球员能够提高得更快一些。两岸关系紧张，主办单位坦白讲，一直咧烦恼北京清大临时无法度来，一直到就飞行机才放心。然后邀请到这么强的队伍，然后让我们来锻炼。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在 UBA 能有好的成绩。中国、日本、韩国、台湾6间学校比赛规模无大，软硬体算是真有水准。国际哪种认可的积分榜，比照职业比赛电视转播甲规划，上届重要的推手是晋大校友篮球名人，嘛是新龙梦前董事长邱phong年。你需要创业的热情，创业的这种资源，创业还有优秀的团队，缺一不可。那我们也是碰到挑战相当多，并不是如外人说江董好像你出手就一切搞定。以开公司的心态来成立晋大雄鹰，3年时间有成绩，为大专篮球联赛立即升到1级，即马又搁有家己品牌比赛。邱phong年讲，只要其他大学有兴趣，愿意啥物拢甲因讲，斗阵甲代志做好大。记者是新志明台北报道。罗西亚一个海军火箭发射场，当地吹狗进行实验，向向发生爆炸，当地辐射利用不增加。后边将是抢买会当降低辐射影响的医疗用的碘片。警车向向公共广告现场，俄罗斯一个海军火箭发射场伫当地9号进行液体推进火箭引擎的试验的时阵，向向发生爆炸，造成试验的员工死伤。Прямо тут же взрыв такой, полушар цветной, ну яркий такой. Меня долбануло дверью, я полетел. 俄罗斯媒体报道，当局国防部对这件爆炸事件一开始表示，并无有害化学物质散布到空气内底，空气内底辐射量嘛无变化。不过根据附近的北德文斯克市通报，爆炸发生了后，当地辐射数值一度有增加。Сейчас на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из населенного пункта все граждане, все жители эвакуированы, часть убыла в ПВР. Пунктов 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змещения, часть уже на своих транспортах разместились по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м и
близким. 外国媒体报道，即马当地居民已经开始到药房抢买会当降低辐射暴露影响的医疗用的碘片，已经有部分城市的药房碘片库存无够。这嘛是过去7天以来，俄罗斯军方发生的第2个爆炸意外。近日某有弹药库爆炸，造成1个人死亡，8人受伤。军方阁疏散附近将近1万名居民去避难。记者陈世龙报道。接下来关心明仔天气。北部地区是28度到37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是26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7度。安那华岛地区是28度到34度。感谢您收看今AM 新闻，明仔同一时间咱再会咯。整理你的物件，啊，你规间晓了了。我摕去我钱，哪会无去咧？拢一直怀疑讲我家己摕伊的钱呢。好啦，我知影你要讲我的歹话啦，我来外口等啦，等下你就知影。无啦吼，咱咧挑战一下就啦。奇怪的，我来看妈的时阵，拢袂发生这种代志。8月初10拜六暗时7点半。